打開嚟睇下先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就整一個母親節嘅一個頸巾披肩啦，或者係披肩加頸巾。不過我俾我仔睇過，好似底褲，即刻 set 咗。咁咧我呢個就織3角形，咁一針開始起嘅，咁就縫兩邊就加針咯。縫織到 last 一針就加針咯，起針第一針又加針咯。咁織出嚟咧就織到一個3角形㗎啦。咁咧即係你可以再織再高啲嘅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個都適合嘅，因為我之後咧呢度會再加條圍頸嗰條邊。咁咧我而家呢度 mark 咗，咁我開始織呢度嘅花式。咁我係即係母親節啦，咁我就想整勾花上去咯，勾花咁披起個背脊就幾靚咁樣咯。咁有啲 Hello， 咁我而家揾咗呢個綠色啦，做葉嘅部分啦。咁就我咧又留翻2行咧，就唔整嘅，就做其他嘢嘅。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捆一個邊先。因為佢而家咧係好唔齊嘅條邊，咁我哋可以咧用短針去捆一個邊，令到佢可以齊啲啦。咁圍住個3角形。係啊，啲線好煩，不過織下就會少咗啲線嘅。咁呢個尾一路織一路收啦，咁咧就可以織翻啲 V 出嚟嘅，咁就方便我哋之後做織葉啦，織啲葉咁樣。咁就一路 keep 住織鎖針，勾鎖針。如果好闊嗰啲，你可以勾2針嘅，係啦，咁就自行完成咯。可以勾晒成個邊，可以勾晒成個邊咁樣。咁呢個就自行完成啦。我用綠色啦，捆咗條邊啦。咁而家開始咧，可以勾葉啦，係啦，揾翻呢個。咁葉咧最主要係2圈，用2圈去做嘅。咁第一圈咧就係好簡單嘅5個鎖針啦，3、4、5，跟住又空2針，吉咗2針唔勾，然之後勾一個短針，再5個鎖針。兩個針木唔勾，然之後勾一個短針，5個鎖針，2個針木唔勾，繼續一個短針，5個鎖針，隔空2個。一個短針，滴咗出嚟。咁咧就係一格一格咁樣嘅勾出嚟嘅效果。整大啲個窿先。
咁咧勾出嚟咧就係咁樣咯，一格一格咁就方便我哋再做之後嗰一層咯。係啦，咁就大家自行完成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大家就自行完成咗呢一圈啦。咁即出嚟嘅效果咧，就係一個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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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嘅。咁然之後嗰一層咧，就係咧兩個窿咧為一組嘅圖案嚟嘅。咁咧我就織咗幾組噶啦，咁大家可以睇下。咁樣為之一組咯。然之後呢個第二組、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五組，咁我織咗幾組噶啦。咁大家可以幻想下咁樣啦，披喺個頸度、個背脊度，然之後就有啲花垂落嚟咁樣，係啦，咁都幾好睇嘅。咁然之後而家就教大家點樣勾呢一層嘅葉。揾翻個窿出嚟先。咁首先咧，就一個短針啦，喺個身個窿度落一個短針，然之後咧3個鎖針，之後咧一個長針，一個長針之後咧。一個鎖針，喺一個窿度咧，勾4組，長針鎖針，長針鎖針，長針鎖針。冇走啊，走咗，唔緊要。係啦，咁之後咧就3個鎖針，喺翻同一個圈度做一個短針，之後喺新一個圈度一個短針，8個鎖針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喺倒數第5個針目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。做一個短針，一個鎖針，然之後翻返嚟同一個窿窿度做一個短針，穿過嚟。咁大家咧就可以自己完成餘下嗰啲窿窿啦。Hello，咁咧就完成咗個葉邊啦，個花葉咁樣。然之後咧就我哋就可以勾花呢啲尾咧，遲啲咧就一次過攝翻好佢。咁而家就由佢先。咁咧勾花咧，我覺得咧一隻顏色咧好似好單調，咁我就諗住準備咗2隻色，咁樣卡啦用。呢隻色都好似濃一少少，可能再淺一個色會好啲。睇下先，拼下先。就係呢2個色。呢2個色都 OK。